读国小的学生，即马一节课是40分钟，下课10分钟。那配合台北市去年儿童节所推动的上下课颠倒并的政策，民和国小这个月就紧一天来比照办理，让学生家己规划自由时间，希望让囡仔会当独立思考，做一个会晓安排时间的人。 明明是上课时间，学校却这热烈。球场顶有一大群囡仔在耍球，这不是体育课，是民和国小配合台北市4月份经一天上下课时间颠倒并的活动。原地40分钟，老师摕来上课的时间，雄雄变做囡仔通家己规划自由时间。有人想要去运动，有人想要看册，大家拢真有想法。 第一节课羽球，然后第二节课在操场游玩。第二节课本来是我要讲那一些关于历史的二战的事情。第一节课是阅读，第二节课是鬼抓人。学校透过事先调查和家长沟通，发现不管是几年的学生，拢希望会当有较侪运动时间。另外，其中1、2年有人想要早7淘米甲同学分享，3、4年有的爱看影片，5、6年有人想要甲老师和同学开讲。民和国小的老师认为。 虽望上下课时间颠倒并做起来介困难，不过对学生是有帮助的。让学生呢是有机会去选择自己所爱的，后续才有机会他不断的自主学习，那也许可以成为他的专业。上下课时间颠倒并除了是希望让囡仔生活够快，也希望囡仔做一个会晓安排时间的人，去培养囡仔独立思考、决定甲负责的能力。学生表示，因对这届的活动拢真满意，嘛正期待后届家己规划时间的机会。学校表示，望这届让囡仔做家己主人的活动，会当让因有一个真好的儿童节回忆。记者刘心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